3月24號起，來往駿洋邨同火炭站嘅九巴285A 線會搬遷總站，會由火炭站搬去隔離嘅星海堤岸嘅新巴士總站，車費路線就維持不變。3月24號起，過海特別線171A 由利東村開去荔枝角，會調整星期六開出嘅班次，會改喺朝早嘅7點50分開出。而喺同一日，另一條過海特別線171P 由海怡半島開去荔枝角，亦都調整星期六嘅班次，由朝早7點40分開出。3月29號起，城巴假日新線580號將會開辦，來往西沙灣交通交匯處至到沙田市中心，會途經泥涌、樟木頭、錦駿苑、沙角村。服務時間係只會喺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出，由朝早嘅10點10分至到夜晚嘅8點25分，每20分鐘開出一班，全程車費係8個1。3月31號起，九巴78B 線來往皇后山同彩園會加密星期1至5嘅班次至到6班車，分別係朝早嘅6點55分、7點06分、7點12分、7點18分、7點24分同埋7點34分開出。而唔經粉嶺南嘅班次就會加密至到3班車，分別喺7點15分、7點28分同埋7點42分開出。3月31號起，九巴78K 線來往沙頭角至上水將會全日更改總站至到太平村，班次同埋車費就維持不變。3月31號起，九龍綠色小巴88A 線來往黃大仙站同香港兒童醫院將會投入服務，路線以循環線方式運作，會途經新蒲崗、啟德、九龍灣商貿區。服務時間係星期1至5上晝7點至到下晝7點，每30分鐘一班。而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就改由啟德啟晴邨開去兒童醫院，全程嘅車費係8個8。今日起，新界小巴65K 線來往黃泥頭至到火炭站會更改總站，由火炭站搬去隔離嘅星海堤岸公共交通交匯處，車費同路線就維持不變。3月29號起，來往粉嶺欣盛苑同聯和墟嘅新界小巴501號 K 線將會取消，乘客可以改搭501C 小巴前往聯和墟。最大規模嘅國際航空聯盟 Star Alliance 宣布將會同奧地利聯邦鐵路合作，推出空鐵轉乘服務。任何乘客只要乘坐 Star Alliance 其中一家航空公司嘅航班前往奧地利，就可以免費乘坐聯邦鐵路嘅列車前往奧地利各大城市，包括薩爾斯堡同埋格拉斯等等。呢種航空同埋鐵路合作方式其實並唔係第一次。台灣嘅中華航空公司就同德國鐵路營辦商 DB 合作推出 Rail and Fly 服務，只要係乘坐中華航空前往法蘭克福同阿姆斯特丹機場，就可以用機票免費乘坐 DB 嘅鐵路。相信呢種合作方式會促進唔同國家嘅航空同埋鐵路業發展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